各位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主所定定的日子，互咱搁倒来伫圣殿三甲来敬拜俄罗伊。上帝就亲像今仔日的日头一样，耶稣基督就亲像这个光线来到伫咱世间，咱所感受到的温暖，就亲像圣神一样，甲咱三甲伫地。伫圣经内底安尼甲咱讲，6日内应该着活，第7日着守得安息日，守以做圣。诗人也安尼甲咱讲，恁着休困，着记得我是上帝。所罗门王伫传道书也讲，世间万物拢是虚空，这个佮甲恁讲，是为着要互恁敬畏上帝。咱的性命是上帝所赏赐的，咱的一切也拢归伫上帝。所以伫今仔日，当咱倒来伫圣殿做伙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咱一定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咱甲咱隔壁的人来讲，咱一定选择上好的福分。咱一定选择上好的福分。哈利路亚，感谢主！在这个时阵，伫圣殿内底，也是透过网络直播的兄弟姊妹，甲咱三个伫敬拜中间的人，咱拢同受到这个福分，同受到这个恩典。伫这个时阵，咱要请兄弟姊妹，咱大家起立，咱展开咱的双手，拍开咱的心，咱要邀请圣神来到伫咱的中间，进入伫咱的心中，真做咱及时的帮赞，也真做咱平安。真做咱喜乐的来源，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靠慕你；圣神，我靠慕你；圣神，伫这个时阵，你就要伫我的心中。圣神，伫这个时阵，你就要伫我的心中。阿门。咱要点半久的时间，安静咱的心，咱来回想伫过去一礼拜中间，上帝的恩典有偌大。无论咱伫顺境，咱伫逆境，主的恩典教行咱用。阿门。哈利路亚！只想天父上帝主，愿感谢你，因阮知阮是你所拣选的，这个恩典是白白赏赐予阮的。你也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为着阮的罪过，钉死伫第14架顶。总是主靠着搁我的开力，阮的性命也得到更新。你也差派圣神，成做阮的保惠师，伫阮逐时阵，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倚靠，成做阮的平安甲喜乐。阮满心感谢俄罗主，阿门。咱伫这个时阵，搁要一摆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14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伫主的内底，咱的确要有永远的活命。阿门吗？阿门。伫这个时阵，咱要用条条的心，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做伙拍鼓仔来敬拜。虽然得落疲苦，危险艰苦，总是心内知影，你一直同在。虽然微微了解，着会担当。总是
知。你的话，予我了解，你听我话万应该，你保守我的心怀，一条你双手无挂来。你的话，予我了解，你听我话万应该，你保守我的心怀，一条你双手无挂来。大山为我刷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传告耶稣，你一定同在。你手中的力量，肯定是假听。我要大声传告耶稣，你一定同在。大山为我刷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将咱的呼声为一切敬拜而乐，和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在咱的上帝手中有满满丰盛的慈爱甲福乐，伊是咱一生的倚靠，咱就恳求伊大大来祝福，在咱的心上，在咱家庭，在咱家族的成就，哈利路亚！上帝是阮属乎，我有一个安乐，是我是谁心主基督，大家撒听好无？见证而乐，这是咱永光教会这两天咱的宣告。也若要更较多引带咱出年的人来到你主的面前，甲咱接做属天的囝子。哈利路亚！咱请这边的兄弟姊妹来吟。上帝是阮属乎，我有一个安乐。第二站，咱请这边的兄弟姊妹来吟。哈利路亚。做回来吟。是我是谁心主基督，大家撒听是我是谁心主基督。
家三听。将咱呼声归乎上帝，阿门，是大是细，拢伫主基督内面，阿门吗？阿门阿门。咱今日要用一条新的歌来敬拜主。这首诗歌甲咱讲，咱要点着咱心中敬拜的火，咱心中敬拜的热情，搁一摆点着来将咱的心全人全心拢献给主。阿门。阿门。阿门。行伫旷野道路，乱摇牵满我的心。我规路困求你，搁较多求你的心意，求你牵我困你。无论境有好歹。心你开来，命路星星的花，乌花有过一摆点到，正做花蕊的生命。咱个对头来唱一摆，行伫旷野道路，行伫旷野道路，乱摇牵满。我规路困求你，搁较多求你的心意，求你牵我困你。无论境有好歹，甲无着心你开来，命路星星的花。乌花有过一摆点到，正做花蕊的生命。求你点到，点到愿去做作为你花蕊的心，主你打开天门。用花来结情缘，愿献明你的心意，求你听到，兴起阮的生命真多，芳芳的我多，主你献明一直搁头放我。主你搁在讲你，点着阮的心。是无论境有的好歹，咱拢要对主重新得到开来。阿门。阿门。无论境有好歹，甲无重心。星星的花，有过一摆点到，正做花蕊的生命。咱举起手来敬拜主，求你点到，点到阮对去作为你花蕊的心，主你打开天。用花来结情缘，愿献明你的心意，求你听到，兴起阮的生命真多，芳芳
求你听到，听到阮对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让火来结情缘，愿献明你的心意，求你听到。你搁头放我，祝你搁在港里，听到我的心，相信那风吹起叫我心心，好调对你热火搁在我心，来到这段完全奉献家己。真心会感你，相信那风吹起叫唤，咱充满信心来敬拜主。好调对你的火搁在我心，来到这段完全奉献家己，真心会感你。你搁头放我，有你搁在港里，听到我的心。只有是我伫对咱讲，咱要求圣神的火，搁一摆来点到咱的心。你的心敢有热情来敬拜主，阿门吗？阿们。咱若充满热情，你甲边的人讲，我充满热情在敬拜，我充满热情在敬拜。是这首诗歌嘛？你讲主要来呼召咱，主今仔日就要来呼召咱，咱要来成做祈祷的勇士，阿门吗？祈祷的勇士，咱要来为着什么祈祷呢？咱要来为着后礼拜幸福启动来祈祷，幸福启动。后礼拜咱幸福启动开始了，就有煞只几啊礼拜咱幸福小组要来结束，所以咱要来求上帝。伊的圣神的大能力，降临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阿门吗？咱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能力，阿门。咱嘛拢充满上帝的大开来，会当将咱的福音来传出去。所以咱要为着咱幸福小组启动来祈祷。咱这时阵咱就数到3，咱就大声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来准备好咱的心咯。1、2、3，是主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将我的幸福小组启动来交通传主。主，你看每一个人有安尼传福音的大能力，主啊，你使用我的能力，我能够使用我的勇气，我的传福音的这件事，我有安尼的热情。哎呀，是来把它写了起来，这里写了起来，这里写了起来，写了把它的写卡在里面写了，我们教会我期待，我来听下，来邀请我心。哎，对啊，主啊，主啊，主我的传福音要开咱，我每一个人，无论是伫外口咧传福音，还是厝内咧为着家己的囝儿、家己的孙仔来祈祷，是我咧为着因祈求因的救恩来祈祷，哎，对啊。咱也去咱的相处做伙来敬拜主，求上帝来点着咱心中的火来，求你听到。点到阮对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让火来结情
生命真多，芳芳的活着，主你显明灵灵，日子搁透放我，求你大大降临全来大声来敬拜，求你点到阮对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拍开天门，用火来点醒我，是主完全明你的心意。咱就咱好声归互主啊！哈利路亚！咱拢是上帝上帝的百姓，火热的百姓，阿免吗？阿免，阿免。咱举起咱的手，做伙讲，我是火热的主百姓，我是火热的主百姓。阿免，阿免。哈利，我请坐。这时，咱要来强读上帝话语，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8节。咱坐下来强读，请。兄弟姊妹，恁家己知，阮去恁遐访问，毋是无效果。恁知，阮去恁遐以前，伫菲律宾虽然受到迫害甲侮辱。抑搁有我靠咱的上帝，好打面对真济阻碍，传上帝福音互恁。阮的劝勉，毋是出自错误，也是无纯正的动机，嘛毋是要骗人。既然上帝看阮会牵得，将福音交托阮，阮就照安尼讲，毋是要互人欢喜，是要互检察阮内心的上帝欢喜。恁知？我毋捌对恁讲无坦的话，嘛毋捌有贪心的念头。上帝会当甲阮做证，嘛毋是毋捌对人，无论是恁也是别人求因光。虽然做基督的使徒，阮本人通要求恁尊重阮，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时，温柔对待恁，亲像年母伫摇囡仔。既然阮遐尼疼惜恁，毋那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连阮家己的性命拢甘愿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的。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赞甲力量。这时，咱要邀请本堂的周阿娜传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性命为着福音来点导，性命为着福音来点导。传道，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今日透早看到咱每一个兄弟非常热情来敬拜咱的主。咱搁一摆来甲咱边的人讲，你的歌声是上水的敬拜。哈利路亚！好，大声咱做伙举起咱的正手，咱要做伙来宣告。好，我请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我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平等、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伫今年2月底的时，的烈火特会，咱教会有非常侪的兄弟姊妹拢有参与伫即个中间。伫即个特会的内面，
咱看到真侪性命，互上帝来改变，甚至嘛伫咱的中间来发生。所以我着深信，这毋是干那是迄个时阵的一个感动尔定，这个特会是上帝伫即个世代要带来复兴的一个行动。阿免吗？所以，互咱伫即个特会内面，会当去领受圣神的充满。但是，更较重要的一件代志是，咱爱有一个属伫咱家己的信者的故事，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带转来到永光教会，阁有甲咱所有接触的人，咱所去的任何的所在，拢会当为着即个特会内面，会当帮助咱点到咱即个复兴的火。阿免吗？所以，伫即个烈火特会内面，上重要的一个目标，伊个时阵特会内面安尼甲阮讲，就是为着复兴来迫切的祈祷，互信心、热情、甲生命的火会当继续传承到下一代。阿免吗？阿免。烈火特会因望讲，伫未来的10年内面，要看见更较侪的生命，互上帝来更新，更较侪的教会会当开始复兴，并且来改变。所以我着深信，咱的永光教会嘛要真做带来复兴的关键。伫即个世代要更较侪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就像咱的宣告，咱伫2026，咱要来见证俄勒。阿免吗？阿免。所以咱做伙搁一摆来宣告2026，咱要见证俄勒。来，请。阿免。伫即个特会内面，因一直咧讲到即个复兴的火，所以就互我搁一摆来思考，即个火到底要安怎才会当继续来传承落去？如果这只是一个几工即个聚会内面一时的感动，毋过即个感动真紧就会冷去啊，毋是吗？如果这只是一个特会的一个气氛若定，安尼即个感觉嘛会真紧就会过去。所以，其实真正会当互咱复兴会当来传承的，毋是一场的特会若定，是互福音点到的生命。阿免吗？就亲像咱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嘛带来圣神复兴的火，互真侪人来信主，嘛建立教会。所以，因的福音非常紧就传开。但是上时嘛有人怀疑保罗的动机。毋过经文清楚来互咱知影，保罗靠上帝好大来传福音，用正确的心甲态度来服侍上帝，并且伊是用生命来分享福音。所以今仔日互咱做伙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咱要安怎会当互家己的生命嘛真做即个复兴的火，即个福音的火，将即份的热情带到咱厝边隔壁的朋友。咱厝里的人，甚至是带到即个全世界的人，阿免吗？阿免。所以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伊第2章一开始就安尼讲：阮去恁遐以前伫腓立比，虽然受到迫害甲侮辱，犹旧有倚靠咱的上帝，好大面对真侪阻碍，传上帝的福音互恁。所以，当保罗来到即个帖撒罗尼迦进前，伊是先伫腓立比经历即个迫害。所以，这段故事会记载，咱会当伫使徒行传的第16章来看见。我着简单来甲咱讲，保罗第2摆宣教的时，伊来到腓立比，伊开始人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摆咧，伊伫即个城中，就有拄着一位互邪灵去附身的一个查某囡仔。即个查某囡仔呢，伊是主要是替伊的主人算命，来趁钱，互伊的主人有钱通用。毋过后来，因为保罗奉主耶稣的名，将即个查某囡仔身躯内面的邪灵赶出去了后，结果即个查某囡仔的主人因为失去迄个收入的源头，所以伊感觉非常的受气，伊阵安尼将保罗甲伊的同工西拉甲掠去关。但是保罗甲伊的同工无因为安尼就来放弃，甚至嘛无怨叹。因颠倒是伫即个监狱内面不断祈祷、唱诗歌讹了上帝。所以当因唱诗歌讹了上帝的时，忽然间即个地动就发生啊！上帝就将即个监狱的门拍开，
因手中的即个铁链嘛拢松开。即时即个管理监狱的卫兵，就叫是保罗，因已经拢逃走啊，所以伊就准备要来自杀。但是保罗虽阻挡伊，最后即个圣夜竟然会当互即个卫兵甲伊的全家拢来信主，嘛来受洗礼。所以保罗伫腓立比虽然经历即个迫害甲侮辱，但是上帝嘛做奇妙的事，因为安尼，保罗伫即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内面，嘛搁一摆想起上帝的作为，就算伊受患难，犹原靠着上帝好胆来传福音，显明福音的力量是超过一切的挑战。阿们吗？伫英国有一位宣教师，伊的名叫做戴德生。伫1865年的时阵，伊成立即个中国内地会，就是今仔日咱所讲的海外基督使团。当初咧，伊带伊的一个伙仔，甲16位的宣教师做伙去到即个中国，因为伊非常渴望将福音会当传到规个中国。一直到过年的年底，伊就已经有24位的宣教师伫中国4个无共款的地区开始宣教的工课，嘛伫当地开始建立教会。22年了后，22年了后，即个内地会啊，已经派294位的宣教师伫14个无共的所在开始宣教。毋过过年就发生即个义和团运动的代志，所以伫即个义和团运动的内面，几百名的宣教师以及几千名中国的基督徒，拢去互人杀死。其实其中嘛包括58名内地会的宣教师，甚至阁有21位的儿童。经历安尼的迫害，其实内地会因无安尼就停止因的宣教，因甚至继续增加到933名的宣教师，一直到1939年的时，20万个中国人拢来洗礼信主。后来内地会因受到即个政治的迫害，所以因就必须爱离开即个中国。但是因嘛无因为安尼就放弃宣教哦，因颠倒是安尼，就那去到其他东亚的国家，继续因宣教的事工。所以一直到今仔日，因已经有超过1400位的宣教师，是对40个无共的国家，40个搁较侪，比40个国家搁较侪无共的国家来哦。因就去到欧洲、非洲、美洲、纽澳，阁有亚洲，继续来服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代志。就算因拄着试炼，但是因并无安尼，就来停止因的宣教。虽然戴德生宣教师伊早就伫1903年的时过身，伊虽然无有机会会当看见今仔日因的发展、因的工课做了偌尔水，但是伫伊的一开始，伊决定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就算面对攻击，就算面对政治的迫害，伊从来毋捌放弃，因为伊确信上帝的工作用上帝的方法去做，上帝的供应就永远袂欠缺。阿们吗？互上帝呼召，成做传福音的勇士，其实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所以，当咱拄着环境的试炼，也是亲像进前咱的姊妹，伊伫街头报道的时，去互人骂，咱只要凭信心、有勇气，我靠上帝的气力来传福音，上帝一定会供应咱的需要，互咱的福音的火点到伫咱去到的每一个所在。阿们。就亲像以赛亚书41章第13节安尼讲。耶和华咱的上帝要扶持咱的正手，嘛会帮助咱，所以咱毋免惊，靠上帝好胆传福音。阿们吗？阿们。所以咱做伙来宣告，毋免惊，靠上帝好胆传福音。来，毋免惊，靠上帝好胆传福音。阿们。Z 世代啊，就是即摆人在讲Generation Z，搁较简单来讲就是 Gen Z。一般来讲啊，这是现在大概差不多14岁到30岁的青少年，啊，无就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拄仔出社会的青年。所以14岁到30岁嘛，包括我啦吼。
所以伫即代的青年啊，因对网络也是智慧型手机、社群媒体的发展，这是因的时代。所以因对新媒体的接触甲使用是非常的熟。伫安尼环境内面，有一个叫做 Reels 短影音，就是即马少年人常常的滑手机时阵滑足久的迄个看迄影片，影片拢差不多短啊，差不多1分钟到1分半钟以内，因这叫做短影音。所以伫这短影音嘛，真做这个Z 世代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一个研究统计，人平均每一天会当看非常侪的影片。伫 Z 世代啊，因伫3点钟以内哦，因可能会当看差不多450支的即个短影音。啊，如果是一寡重度使用者，因一天的时间，甚至可能会看超过50支的影片。其实真侪人可能无特别去算，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伫无特别注意的时阵，因可能就已经看50到100支的影片啊。所以即个数字是非常的恐怖。即款的现象，其实嘛反映出一个更较大的事实，就是今仔日的世界。每一天拢有几十亿的信息在流动，最侪人每一天拢在使用 Instagram， 也是Threads、Line， 甚至是脸书。所以一个人一天可能会看到差不多几千条的讯息，那过几百个贴文，或者是算袂了的影片。但是，咱就做伙来思考，真正的问题是，有偌济影片会当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咧？而且伫社群媒体内面，嘛真做一个种的表现的文化，因叫做表现文化。就是讲真侪的内容，其实因的目的拢是咧追求即个偌济人甲因按赞，即个影片有偌济人看过，有偌济人去追踪因的账号。所以一段时间了后，人真容易的习惯问家己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安怎看我？我的贴文，我抛出来的物件，有偌济人甲我按赞，有偌济人看到。我翕的影片有偌济人看咧？别人是毋是会当来肯定我？别人是毋是介意我？别人是毋是认同我？所以，当规个世界拢伫即个在意人的评价的时，人就真容易甲别人的眼光当作家己价值的标准。毋过保罗，伊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伊提醒咱另外一个完全无共的价值观。伊提到伊的劝勉，并毋是出于错误，也毋是无纯正的动机，嘛毋是要骗人，嘛毋是要互人欢喜，是因为上帝看伊会坎得，将福音交托互伊，伊就照安尼讲，毋是要互人欢喜，是要互上帝欢喜。阿免吗？这就提醒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包括伊个人的生活，也是伊服侍的动机。无应该是为着人的掌声甲娱乐，是建立伫上帝的眼光顶面。阿免吗？伫哥罗西书的第3章嘛安尼讲，最努力的逐项代志，着顺服世上的主人，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才伫因的面前安尼做，是因为敬畏主，诚心做。恁无论做啥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阿免吗？所以，伫世界常常会问咱人，偌济人介意你？但是福音无共的所在是，福音会问咱的是，你是毋是有互上帝介意，互上帝欢喜？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伊家己是互上帝看重的时，伊就无阁需要去挖靠别人的掌声来确定家己的价值，毋是吗？保罗伊就是用安尼的心志，毋是看重人的掌声尔，只有看重上帝敢有欢喜伊，所以互伊会当继续勇敢来传福音。因为若是一个人传福音，只是为着别人的肯定，甚至为着无私的娱乐，
安尼伊一拄着互人拒绝，互人批评，伊就真容易就放弃啊。但是若即个人传福音的目标，伊是为着要互上帝欢喜，就算伊面对困难，伊犹原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因为伊清楚知影，伊家己所做的一切，毋是为着人的眼光，嘛毋是为着伊传福音的业绩有偌好看，这是回应上帝的呼召，甲实践大使命的行动。阿们吗？所以，互上帝欢喜的心，其实嘛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重新点到咱对传福音的热情。当咱确信咱家己是互上帝特别拣选，成做即个传福音的勇士，就无过是一个被动在等待即个传福音的机会，是带着一款使命感去分享咱的性命的见证，互咱身边每一个人。保罗就是安尼，伊毋只是传互人一个信心尔嗲，伊是带着对上帝的敬畏甲热情，互福音成做改变人性命的力量。阿们。所以上时嘛，互咱更较明白，当咱对互人欢喜变成做重视，互上帝欢喜，咱的性命就会搁一摆来去互福音来点倒，而且迄毋是一时的感动尔定，是一种使命感，互咱会当愿意用性命去传福音，互搁较侪的人因为基督来经历性命的改变。阿们，阿们。所以要邀请每一个人，咱做伙用即句来做伙宣告，来预备起。真正改变性命的，是对上帝来的真理甲福音。阿们吗？阿们。伫1950年时，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伊叫做 Jim Elliot。伊知影伫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一个真偏僻的所在，有一个完全脱离世界的民族，叫做奥卡，就是奥卡族。这个民族无到1000个人哦。因长期生活伫一个偏僻的所在，因非常无欢迎外人，所以只要外人一接近因，非常的恐怖，因就会将遮个外人杀死。所以只要外人入去靠因的所在，因就将遮个外人杀死。所以当时真侪人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可能接触的民族。但是这个宣教师 Jim， 伊的心内面却有一个真强的负担。伊就感觉讲，如果无人去到这个民族，因是要安怎会当听到福音呢？所以，这个宣教师，伊就带伊就带伊4位的同工，决定要做伙进入到这个奥卡族。就是望会当将这个福音会当带互这个民族。因就安尼准备5年了后，因一开始因非常有智慧，因先用飞机空投的方法，来送这个礼物去互遮个奥卡族的人。你看因住了偌偏僻，因拢做歹入去，拢甲用飞机的空投的方法来送礼物。因就是希望会当透过安尼先来建立关系。经过3个月的接触甲观察，因就发现讲，这个奥卡族的人看起来应该开始会当接受因。所以到隔年的1月初2，因就伫附近的河边等待甲这个奥卡族有一个正式见面的机会。经过6天了后，伫1月初8迄一天，因就看见几位的奥卡族的人，就对因的河边要行过来，像迄看起来是要来甲因拜访，所以因就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期待，想讲我还要做伙来甲咱做伙礼拜啊。但是无想到几天了后，伫当地的搜救队伫即个河边煞找到因的尸体。5位的宣教师全部拢互即个奥卡族的人杀死。其实阮知影，当时因每一个人，即5个宣教师因的手中拢有枪，所以其实因若愿意，因是会当开枪，甲遮奥卡族的人杀死来保护因家己。但是因并无安尼做，因为因感觉讲奥卡族的人也未认捌上帝，所以因甘愿家己来面对即个死亡。嘛，毋愿意互对方失去认捌上帝的机会，所以即件代志真紧就传到全世界，
真侪人嘛开始感觉讲，即5位的宣教师，因是毋是浪费因的性命？毋过故事并无伫迄一天来结束。即5位宣教师因厝里的亲人，并无因为惊吓就放弃。几年了后，几位宣教师的太太甲因的兄弟姊妹，竟然拢行入去奥卡族的所在。因选择甲遮的人做伙生活，继续传福音。9年了后，超过100位的奥卡族的人拢来信主，其中嘛包括当时台西遐的宣教师的人。有一寡人甚至诚做传教师，嘛将福音传互因家己民族的人，嘛搁甲外来的宣教师做伙伫奥卡族的当地建立病院、建立学校，甚至建立教会。所以对人的眼光来看，1956年的1月7日是一场悲剧。但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迄一天却诚做福音种子落伫土里的时刻。宣教师因的牺牲并无浪费掉，颠倒是点到全世界搁较侪人会愿意投入即个宣教的事工，嘛，互一个从来毋捌听过福音的奥卡族的民族，最后因会当认捌耶稣。所以宣教师 Jim 伊就安尼讲过，伊捌讲为着拯救袂当失丧的灵魂，完全来奉献。即种人绝对毋是戆人，阿妹吗？这个宣教师因的亲人，因放下怨恨，因选择用疼来改变即个民族，互上帝的福音来改变因的性命。所以宣教师 Jim 伊的性命，就亲像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服侍的态度共款。保罗讲：既然阮遐尼疼惜恁，毋但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福音，连阮家己的性命拢甘愿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的。所以福音将来毋只是一个信息尔定，伊是用一个性命去疼人、去陪伴人、去影响因的性命。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亲像保罗共款，用性命去疼人，伊愿意亲像即个宣教师共款，将家己完全献互上帝。福音就毋只是一个话语若定，伊是会当诚做改变人性命的力量。阿们吗？阿们。所以咱做伙来宣告即句话：福音毋只是话语，是真实的性命活出来的见证。来，咱做伙来讲，预备起。福音毋只是话语，是真实的性命活出来的见证。阿们，阿们。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见，保罗伊会当带来福音的影响力，并毋是因为伊传讲的即个信息，更较是因为伊的性命，互福音来点导。伊靠上帝，我靠上帝得到快乐。互伊面对困难的时，伊嘛勇敢来宣告。伊无追求人的掌声，伊只是独较无家己会当活出互上帝欢喜的性命。伊毋是用话语传福音若定，伊是愿意用家己的性命分享互别人，互别人会当透过伊的性命，嘛来接受到耶稣的疼。其实，这嘛是今仔日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传福音从来毋是一个少数人的使命尔定，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阿们吗？所以后一礼拜了后，咱教会的幸福小组就要来开始。这是一个互福音会当对咱的性命分享出去的好机会。检查咱可能会感觉讲，哇，咱家己的口才无够好，无有够的经验，甚至咱会紧张。当咱传福音，要将福音分享互人，当咱要街头报道的时，咱会紧张。甚至嘛有可能有人感觉伊的年纪伤老啊。但是福音从来毋是靠人的能力，是靠圣神的工作。上帝爱使用的人，就是迄位愿意踏出这第一步的人。阿们。所以愿上帝搁一摆来点到咱的信心，互咱靠上帝好胆来传福音，活出互上帝欢喜的性命，并且用咱真实的疼、性命的见证去影响身躯边的人。当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
上帝就会透过咱，互更较侪的人的性命，互圣神来感动，互上帝来改变。阿免。所以咱做伙备办好咱家己，参与伫即个圣神的工作内面，看见更较侪的性命会当为着福音来点倒。阿免。阿免。所以最后，咱要做伙来宣告，咱要看见更较侪的性命为着福音来点倒。来，请，咱要看见更较侪的性命为着福音来点倒。阿免。阿免。最后，咱要用这段的经文，咱做伙来读。来，请。既然上帝看阮会坎直，将福音交托阮，阮就照安尼讲，毋是要互人欢喜，是要互监察阮内心的上帝欢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4节，来，搁一摆，来。既然上帝看阮，将福音交托阮，阮就照安尼讲，毋是要互人欢喜。是要互监察阮内心的上帝欢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节。这是我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要做伙用这首诗歌，搁一摆来回应上帝。咱是一个为着福音来热情的基督徒，阿免吗？阿免。咱来甲边仔的人甲伊鼓励，甲伊讲，咱是热情传福音的人。咱是热情传福音的人。就当咱搁一摆来唱这条诗歌的时，咱拍开咱的心，互上帝搁一摆来点倒咱的信心。也离风也得路，乱就看我的心，我归路困求你，搁较找求你。求你牵我滚你，无论经过好歹，
要做伙开嘴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的永光教会会当成做复兴的关键，不是干那复兴咱的生命，不是干那复兴咱的教会，是全世界拢要因为永光教会因要来改变，阿妹吗？所以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为咱永光教会福音的事工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气力，互咱热情传福音的心，会当继续来不断来对上帝来热情，阿妹吗？咱画到3，咱就做伙开嘴来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啦啦啦啦，主啊啦啦，主啊啦吧啦啦，主啊，阮相信，相信要来帮助阮，互阮伫阮逐摆传福音的时，阮接触的每一个人，主啊，阮相信，你要互阮有智慧，互阮有这个口才，当阮对伊传福音的时，相信你的气力要充满伫阮的心中，相信你要运行伫阮的中间，要来改变这个人的生命。主啊，阮相信，这是你所呼召阮所要做的代志，阮就相信，你要来帮助阮，互阮伫逐摆传福音，无论是经过小组，无论是阮所有社区的事工，阮相信，你要大大来祝福阮永光教会，互阮伫相信的同在内面，阮要做的是更较大的事，因为阮要将这个荣耀归伫你的名。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更较侪来为你来传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咱凭信心做伙来唱，做伙来宣告，哈利路亚。星星那风吹起叫我星星，呼叫对你的回顾在关心，来到这个完全奉献家己，星星会高你，星星那风吹起叫我星星，呼叫对你的回顾在关心，来到这个完全奉献家己，星星会让你有力量的，两个万对基督为你为你的心，祝你拍开天路，迎回来的情缘，恩怨连绵你的心里有力量的，天地我的生命真多，茫茫的我多，祝你下命连绵，一直搁头望我，求你搁再降临，亮得我的心意，求你搁再降临，亮得我的心意。咱将福啊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阮多谢你，因为你第一堂这个兄弟，因是阮信仰的长辈，因是阮信仰上好的典范。主，阮感谢你，因为有因的传承，互阮伫传福音的顶面，阮有一个典范会当来学习。互阮伫传福音的时，当阮想到因所做的事工，阮就知影，阮爱搁较尽心，搁较尽力，因为这是上帝你所拣选阮、呼召阮爱做的代志。所以你嘛求你帮助阮，互阮永光教会伫社区的事工做的每一个代志，主阮拢要将荣耀归伫你的面。主，因阮相信阮所做的，你要搁较济来加倍来祝福伫阮的心上。互阮永光教会幸福小组后礼拜就要开始，阮相信这个幸福小组是要荣耀你的名的，这个幸福小组是要改变搁较济人的生命的工课。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嘛求上帝搁较济来甲阮同在，来对阮讲话。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咱搁一摆将福啊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
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时间分享，请周牧师来主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我看到每一个人的面，拢充满阳光，有迄个笑容，因为咱学了伊嘛，对伊的真理，咱会当得到快乐，继续来努力传福音。阿门。感谢主，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时间，咱做伙这时阵来读咱的经文吼，来，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甲平安，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0，搁一摆来，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甲平安，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0，哇！咱来宣读好无？吼，即句愿即句话诚做咱的祝福，好无？好来，我宣告，预备哦，开始哦，来，我宣告，我对父上帝甲耶稣基督要得到稳定甲平安，阿门。搁一摆哦，来，我宣告，我对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要得到稳定甲平安，阿门。你嘛甲隔壁讲。稳定甲平安拢是咱的来，阿门！感谢主吼，咱彼此来宣告祝福。好来，咱继续来看这是咱前礼拜拜六甲礼拜日，咱的生命更新营这是第21届哦。意思讲，咱伫即个咱的培育学校已经进入到11年咱有真好，而且会培育出来的同工伫即马拢伫线顶，伫咱顶面一只做伙伫服侍，所以伫永光教会，你若无经历即个学习、即个培育学校的过程，是足可惜的哦。牧师甲即个同工加用足一时间就是要望带来更较大的祝福伫你甲你的家顶面所以望咱大家拢会当做伙经历过吼。好，咱感谢主，结业有47个哦。咱拍鼓为荣耀归予咱的上帝吼。好，来搁刷来。
咱伫昨咱是咱的文道营吼，门徒建造营吼，文道建造营，拢总有结业有6个吼，有6个所以咱嘛感谢主这6个7位拢总有7位参加伫遮咱做伙来继续来努力学习这拢是上帝予咱的福分吼，感谢主。好来今仔日咱的潘牧师到伫台北的中山教会来服侍。咱嘛为着伊来祈祷今仔日伊有早起2场的讲道，下晡有为着因的教会的 RPG 吼即个复兴祷告的训练因为咱教会有真好的即个成果嘛要帮助其他教会所以受邀请去吼毋茫因的教会嘛期待因的家庭会当起做这段就是透过 RPG 安尼，逐日拢会当做伙祈祷所以咱嘛求上帝来帮助中山教会下晡咱嘛有几个同工会做起分享因伫家庭伫教会 RPG 这个过程吼，咱感谢主。好来，后礼拜是咱幸福启发小组的启动吼咱伫后礼拜开始，咱的幸福小组是3.0版的吼。透过影片有对话来了解互相会当来搁较知影咱的人生观、价值观甲信仰甲现实伫咱生活内面，咱会当安怎来面对咱所有的挑战吼这是真好的课程伫全世界有几啊翻译几啊语言的使用所以是真好的一个每一届拢是真好的一个影片吼。咱的青少年已经有用1年过，咱的即个少年老人嘛有得用着透过这影片，我相信会帮助咱。所以咱今年开始就是后礼拜开始，要用这个启发这个课程，加做咱幸福小组的内容所以后礼拜刷了后请咱这个副长伫副堂来备课好。咱4月初3是祥和小区的联合圣餐礼拜伫咱的教会举行今年伫咱教会举行咱祥和区遮的牧者讲若去永光教会是上介济人的啦因为咱大家拢看重伫即个受难日会当甲主同坐桌来领受圣餐这是一个稳定的时阵所以咱甲4月初3，迄是拜5暗8點伫咱教会来举行所以咱的圣歌队咱的联合圣歌队要献诗所以毋茫咱的圣歌队的队员嘛会当紧来较出色、较焦急咧通好准备好伫迄日会当来献诗来归荣光上帝好。4月初5就是咱的国外节咱迄天是一场的礼拜是10點開始迄天有洗禮歡迎咱遮的新朋友接受未洗禮的會當來要轉接要誠做永光的咱的家人的攏歡迎所以咱來注意這個時間好，多謝。咱拜5咱的成長班就來繼續開始。所以遮有報名47位的請咱提前來報到來準備咱感謝主伫拜5暗8點開始多謝。拜六這個拜六是咱的基督的精兵營所以咱嘛為着這個營會來祈禱特別互牧師互這同工互這學員攏會當平領受對上帝來的這個信息，會更較明白上帝的真理好，咱有這個新的小組因已經開始咧運作咱有攏總有8小組民家小組拜2暗時8點正庭小組拜3暗時8點幸福小組是信儒小組是拜4暗時8點。恩慈是拜4的8點詩詞是詩詞哇詩詞對看字無看人家育小組是拜5暗時8點
个绘画小组嘛是拜五暗时7点半，个平安小组是拜六暗时7点。好，咱为着这8个新的小组的运作，咱为着因来祈祷吼，咱教会有新的小组，咱看这是好的吼。好，下半年度咱的信仰的培育的奖学金已经有来审核通过，有名单有搭伫公报栏嘛伫周报内面吼，请这你有申请的来注意这个时间哦吼。好，咱的中央的这个空调要来换新吼，目前咱的奉献要到300万吼，那照即摆预算起来，事实是有那要到400万吼，这是即摆伫估计甲即个议价的过程差不多。要完成期待会当真紧，咱就会当来进行来做调整哦。所以咱毋免烦恼，咱讲哇，若这个动车咱要去对礼拜咱已经有协调好，吼，拜一到拜五拢时间，拜五结束进行伊会恢复，所以咱拢会当继续伫遮来礼拜，吼，咱就毋免牵线，牧师嘛。为着这件代志想真久，感谢主，已经有安尼会当安尼来进行吼，所以袂妨害着咱伫遮下礼拜，总是来有可能遮拢贴起来安怎，毋过不要紧，咱伫地面遮拢会用清气保护了真好势吼，咱继续为着咱即个真大的代志，咱来祈祷吼，多谢。好嘉佑甲议会因伫4月26日下晡2点伫教会要举行订婚的典礼，欢迎大家来甲因参加，来甲因庆祝吼。好，后来台北中会的牧团寺庙会伫即礼拜的拜二会早起10点，伫咱教会的副堂来召开吼，咱嘛互咱知影咱教会会当空间互中会来使用，多谢。好，咱的社区幸福乐龄营。每拜一早起9点半到11点半，伫4楼半伫4楼的副堂4楼半4楼的副堂60岁以上拢会当欢迎来吼，安尼我会当参加无？好请明仔载爱炸乐器来哦，爱炸乐器哦。我嘛爱炸乐器呢，好，感谢主吼。后来咱即个儿母的亲子礼拜礼拜部的训练吼，伫今仔日要举行，请咱嘛关心这件代志。好，多谢。好，咱今年的撼动星球就要开始来报名互大家知吼，请咱青少年的主题。咱拢鼓励因来参加，伫即个中间吼每一年咱遮个团队因用真侪心思，甲其他教会遮领袖连结吼，就是要望会当互遮青少年伫因的学习的过程，伫信仰内面会当甲去体验这位上帝是真正真高我的上帝吼。所以咱为着即件代志，咱来关心，也来为着因来祈祷，来支持因。好，央亲因要城市寻宝所以若要去寻宝的，拢会当来报名吼。要去木栅动物园寻宝吼，要掠高山转来就对，还是大象吼，不要紧，咱看到底掠啥转来吼。好，咱为着真因甲主旨来祷告吼，上帝帮助因伫身躯的软弱咱的祈祷会当托住。我相信会当帮助因因为咱是一个听的团体，感谢主。好，安尼咱伫拜二暗有一个家庭的身躯的礼拜，就是玉梅的厝吼牧师会甲同工去参加，咱嘛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然后佫有一个拜三暗，是拜三暗吼，拜三暗有一个。家庭平安的礼拜咱要去到黄山姊妹家己伊的厝吼要去遐来为着因的家庭家族来举行家庭平安的礼拜牧师会带同工去，咱嘛关心这件代志。然后伫3月19拜四上午10点伫
至孝一厅怀爱馆的至孝一厅要举行城隍三姐妹的告别式咱请兄弟姊妹会当去的，咱就来参加9点半集合伫迄个所在咱穿白色的衫深色的裤咱会当做伙去唱烟花祝福满满，来为着这个家庭来带来安慰甲祝福。好，咱嘛为着丽丽的妈妈丽丽的妈妈伊伫花莲伊是长老张菊妹长老蒙主恩调伫长所以咱为着这个家族来祈祷。好，以上教会的这信息，望咱加较一时间会当点入去咱的网站遮来看将来咱的周报尽量要减少印会当来做环保的工作好，多谢。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但愿上帝百般的恩典，伫恁的手中来显明，也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透过圣神甲恁的同在，佮愿基督的救恩降临伫你的家，互恁常常感受伊的疼，也分享伊的疼，也成做一个见证福音的人，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愿上帝因带来每一个的脚步，充满喜乐健康。阿门。请坐，咱今仔敬拜就是到这。